大家好，想畫乜嘢留言俾我。今次要分享嘅粉彩畫咧係 I Believe 系列從新得力。咁大家我覺得以呢幾個字好似唔係咁順口咁樣嘅，咁呢個主題係嘛？喺我哋生活上咧就成日遇到困難啦，有時候就覺得自己好似跌咗一個谷底裏面咁就失去咗前進嘅意志啦。呢個時候點樣可以重新獲得力量呢？咁就係今次呢一個畫嘅主題啦。首先呢，即係我哋處於困境嘅時候，無論喺工作啊、感情啊、生命之中啊咁樣，都會感到好迷茫。但係其實正正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反而係要從新嘅路向啊，從新嘅思維啊，去得到一個新嘅方向，就好似一條河咁樣啦。咁佢流喺度流，咁遇到阻礙咧，佢繞過去嚇，揾到一條出路，一個即係石頭阻住佢啊，咁有個新嘅出路，繞過去流過去。咁我哋都需要學習就係去到谷底嘅時候，即係幾痛苦啦咁樣，就唔好沉溺過去嘅失敗之中咁樣，向新嘅思路轉換方向嚇，咁樣即係困難面前要即係勇敢去探索新嘅可能性咯咁樣嚇。即使係即係好似前面一片黑暗咁，但係即係我哋就要敢於去思考勇於去改變嚇，咁就相信就最終一定能夠揾到新嘅出路。去到谷底頭先講就絕對唔好即係俾自己沉淪咯，如果咪就更加無法自拔。相反就係我哋要向新嘅方向諗，咁先可以重新咁樣。咁有時候即係會好考我哋嘅耐性啊，即係唔係話即係啪一聲咁又會諗到方法咧轉移到咁樣。咁正正因為咁，所以我哋更加咧係要即係學懂即係點樣從困境之中要企翻起身，從新開始咁每一次嘅挑戰都係你當住一個機會啦咁樣重新認識自己又好，為失敗 OK 重新去發現生命嘅可能性。咁所以希望就呢一幅畫就分享俾大家可以鼓勵啦，有一種無論係面對咩困難，即係都要敢於面對去找尋新嘅解決方案啦，唔好停留喺度，又或者去顧住淨係諗住或者係以往嘅失敗咁只要我哋保持積極面對佢，勇於行，咁揾到新嘅思路去找個方向咧，咁一定可以重新去獲得力量，再次出發希望大家鍾意呢條片，可以訂閱我哋頻道，撳下鐘仔 comment like share， 下次見。